从去年开始，我们这个整理柳营火车站前的这个公共运输的转乘空间哈，那这是我们完成的第9个台铁火车站前的这个空间的改造。坐火车的这个市民朋友下车之后，如果要转乘公车，需要走路到500公尺外的这个大路上去做搭乘。那我们经过我们的梳理呢，把火车站前的空间做出一个公车的回转的广场，以及设了2期的大客车停靠区，那方便这个乘客从火车站出来之后，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以来转乘公车。焕然一新，以前太落后了，现在规划这样很好啊。哎呀，下雨天就可以直接从这边走到火车站，就可以不用淋雨，然后也不用晒太阳，觉得蛮方便的。今年7月即将上路我们市境内的这个通勤月票，公共运输通勤月票，包含台铁只要399的通勤月票呢，我想透过软硬体的这个提升，那我想对于市民朋友搭乘公共运输一定会更有吸引力。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知道，其实柳营是我们大信营区的一个这个比较不大不小的区，但事实上这边的因为周边有柳营工业区，那也有一些机关学校，所以说通车的人还真的不少。往日由于下了火车之后通常要走一段路，那这个中间有没有任何的遮蔽？那所以说，碰到天候不好或下雨天的时候，往往大家都苦不堪言。这中间大概要走500公尺那所以说，我们不但把这个火车站周边的环境优化，也让民众通勤的这个路线更便利化。那周边不管是停车的空间或是停机车的空间，都加以优化。总共花了1688万。这感谢中央能够交通部能够支持经费，配合地方的这个自付款，那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环境更优化起来，民众也都反应非常好。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台南市也发行这个境内399的通勤月票，能够花没有很多的钱，但是这个得到了这个交通服务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这个方式能够让通勤族更加方便，也让进出往来的使用铁路的民众也都更加方便。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5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赶快先来关心议会定期会。目前正是酸亚大出的时阵，敢若台南山区的产量已经占全国的4成，所以议员周奕奇就伫个总集选替农民的内销、外销甲加工来请命，呼吁市长绝对唔通因为甲中国的政治对立来影响农民的生计，一定要积极的拓展市场。台南酸亚正内大出，议员周奕奇总日选积极替农民来请命，因为根据历年来资料显示，内外销比例以及加工量甲地方认为的事实落差真大。其中110年甚至出现美国是外销第2。议员批评市府提供的资料根本是作假欺骗，不过局长竟然解说是拍字拍唔对，对此市长正回应会来检讨。我们可以看到，111年我们台南有外销有写到美国嘛？美国哦，对啊，就3当前呢。这是恁家己写11年啊，所以我伫咧查无资料，我想要请教一下。你们这份资料，你们去做的时候是随便做还是怎样？不是，我议员做者不可，因为咱咧虽然咧外销，伊大概话咧，咱内销差不多7成，外销差不多2成，加工差不多。我要问的是说，这一份资料是你们农业局提供给本席的。那我想要问一下，你们的这个出口，你看在11年有一个美国，我想要问一下，这美国是
是什么东西？美国的部分我是过来做一个，因为业务科提供我美国的部分我过来做一个确认所以连你家己嘛唔知原来咱美国有网络的对啊，还是讲这是美国是黑白写还是写唔对？不是黑白写啦，因为这款物件无可能你做精准去算。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精准算的时候，你就不要提出这个数据嘛。你这个在糊弄人民，糊弄你们黄市长啊！议员质疑来外销的资料欺骗，主要是认为一直以来宣扬外销中国甲香港一直是大宗，结果拢唔敢讲。好有市府千万唔通因为政治对立影响农民生活。我们要想办法把水果推出去，尤其是说，咱若愿意要接受咱的水果的时阵，咱就要想办法去把咱所有上好的水果呈现出来。让人家买的时候，人家也买得甘心，而不是人家觉得说人在给人假货。我们台湾的芒果是品质是非常好的，是全球都知道的。那如果他们大陆去阻挡，他们不要，重点是他们那里的进口商，他们也很希望有我们的水果，因为我们水果品质是非常好的。是这一部分，黄市长你应该要了解到。我了解这个部分，我想说。这个水果产销最好不要掺杂政治的成分。没错。那所以说，对于我们的包括芒果也好，或先前您隔壁的像关庙他们的凤梨也好，其实如果中国大陆愿意跟我们采购，我们觉得都是很好的事情。台南的宣雅伫南西、玉井甲南华三区的财政面积得占全国4成，往年拢有8万吨的产量，只有今年将近3万吨，而今年渴望到8万8千吨，所以希望市府积极协助农民来外销价加工。台南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位伫东区的台南延民之家，因为受到建筑结构的限制，已经无符合延民长辈生活需求，所以行政院退辅会开了16亿外刷所在。议员曾志杰要求市府要好好运用留落来精华地点，建议兴建立体停车场甲全民运动馆。位于东区的台南延民之家，预计2024年6月就将刷到延总台南婚姻附近。不过所留落来5.58公顷这么大面积，议员曾志杰强调，前副议长詹顺良2013年迄时就要求前市长赖清德全面规划，唔通卖予财团。不过到底目前市府规划如何？议员具体建议交通局甲体育局爱调向停车场甲运动馆等的无票使用，让这个精华地成为东区新的亮点。农民之家这一块占地这么大的面积呢，我在这边要正式的跟我们体育局还有我们的交通局来做一个建议哈。之前也有跟你们来做探讨，那交通局呢取得这块地的这个使用权，那准备来规划这个立体停车场，是不是局长？应该是说这块土地它其实很精华那如果可以立体使用，当然而且是多目标使用，对于这块停车场用地会发挥到最大的效益。而且我们也觉得这个地方因为是市中心，所以应该有可以来吸引民间投资参与的机会啦。我们会朝向这样的方式来做思考。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呢，我希望呢，所有的相关单位，包括地政局、交通局也好，只要公务局也好，包括市长，希望能够来重视这一块地，因为这一块地的占地真的是不小哈。这个部分我真的是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到市府来服务，但是我还是非常敬佩曾前副议长他的一个高瞻远瞩，所以能够找到那个地方，一方面对荣家来讲，他们能够接近荣民医院，那是对他们医养合一很有帮助，而且这个就医方面，对市府来讲，对于这个地方的蛋黄区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也是得益。议员进一步针对市长顺应民意，7月开办老人健保费补助，一档需要28亿。另外，每年军公告加薪4%，一档将增加20亿。以及警勤加治，今年7月嘛将调高15%，一档至少增加2亿，加起就要50亿。加上台南市负债严重，至于市长到底钱对倒来？对此市长回应，虽然捉襟见肘，不过也是只当对预算编列，积极向中央争取建设费。
今日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两岸情势紧张，议员张世贤伫总质询表示，当然和平上好，毋过万一若是战争，民众要米去倒，敢个防空河通好米？对此，市府民政局表示，台南市已经盘点大楼地下室的空间，预估会当容纳300多万人。议员张世贤伫总质询主要为做价1亿2000万的大补桥进度，以及虎山当地经量设计错误的危险性，干务局已经编列2600万报车河川桥顶案，要求市长重视对中以外。另外，讲到万一两岸战争到底民众要米倒，过去防空河有偌济会当米？对此，市长强调，两岸就是和平，万一战争，民政局嘛已经盘点全市地下室有6000外空间。啊，那万一真正战争咧，你咧防空，即摆叫做防空河啦，吼，防空洞啦，到底是有偌济人，或者百姓米啦？啊，防空河，咱即摆设计拢有包括地下室啊，迄个地下室吼，迄个拢有盘整起来啦。啊，这拢有啦，啊，但是真正都若战争咧吼，你要叫伊去面对啦，遮济人啊要面对，啊，你真无先去做起来，万不因啊真正讲战争啦吼，啊要叫遮百姓去面对。伊即马吼，我是良心的建议啦，吼，市长，吼，毋是要啊，甲你讲哦，安怎，哦，这防空河本来。我讲啦，两岸若和平就上介好啊，敢是啊？迄个局长啊，是，两岸啦和平上介好啊，吼。伊即马有盘整起来哦，咱台南市拢总，咱像我印象，咱6000几个迄个避难设施啦，吼，啊，迄个拢有差不多，即马地下室嘛，即马都有大楼都有地下室，拢总会当互容纳有300几万个人啦。议员徛伫关心民生，永远甲人民徛做伙为议题来质询，嘛希望官员拄着代志毋通拖沙，负责任的态度，替民众争取经费解决。台南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积极改造各区公园游戏场的游具，其中北区区公所就非常用心，伫个茶寮公园打造台南第一座有花布车道的特色游戏场，要互儿童到青少年拢会当花车对方。囡仔骑着滑步车欢喜的耍，这几档滑步车已经是儿童之间上行的运动项目之一。台南市公务局补助北区区公所300万的经费，将区内的茶寮公园打造成台南市第一座滑步车特色游戏场。透过咱里长吼，招着咱的里民乡亲，大家共同讨论，因发觉着讲咱即摆囡仔，需要有一个较正确较正当的迄个休闲的活动，滑步车伫咱这段时间伫咱台南市嘛真流行，所以咱里长还有咱乡亲好朋友来感觉讲来设这个滑步车，来对咱的小朋友有真大的帮助。这座公园规划总长115公尺的双环形跑道，包含出发平台、波浪形跑道、圆弧障碍以及超高渠道等等。北区公共所预计伫17号开放，为着让儿童耍甲安全佮欢喜，市长黄伟提甲议员陈义丁、蔡宗和等人先来视察。这个本来这个公园已经是一个老公园了，本来的游具都已经是老了哈，这个步道和公园内的设施也都旧了哈，有些破损了。那经过我们改造之后，很谢谢我们里长，还有我们各位议员，还有尤其我们社区的志工，大家的一个努力加上公所的一个配合，能够打造成为一个新的又有特色的亲子共融公园。那我相信不只是社区的爸妈，很多附近甚至更远的地方的孩子跟爸妈都会来，一方面玩这个赛道，一方面又可以玩特色游具。北区国公所表示，一般邻里公园已经只是单纯提供民众散步使用，伫改造的同时，主要注入更较侪卡斯较多功能性的展现，满足无同年龄层的需求。另外，台南市政府将持续检视市内有设置游具的大小型公园，达到编列经费来维护改善。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安平区建平里爱心会每到节日拢会举办爱心关怀活动，发放红包甲物资，互里来弱势家庭甲独居的长辈。
议员罗坤福嘛特别甲建平里的林长潘素月合资购买一批物资做回来送，希望会当号召更加侪人共同来关怀弱势。成立10档的建平里爱心会，每到国龄3大节日，拢会举办弱势关怀活动，发送物资以及红包600块，互你来弱势家庭以及独居长辈。爱心会长期的付出，称效各界肯定。这次就牧师李伯利捐赠白米52包，以及市员罗坤福、建平里林长潘素月共同加码赞助。大家拢知影，那教育就教你啦吼，咱的一寡较艰苦人吼，在生活上就是一些好像缺了一些爱心。玩家物资吼，我们提供给这些低收入户哦，也是一种抛砖引玉啊。这是一点点我们的爱心，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人可以来付出。现在有端午节，再来就是中秋节，我们希望我们的低收入户、独居老人，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关心的，有更多人可以来付出。春节、端午、中秋之前都会送给我们里面的弱势家庭跟独居老人。那我们就固定的会送，这些他们进来的我们都算加码。我们本来要送的，包括红包600块，还有其他的应景礼品，我们都不会减，还有这些都是增加的。那感谢真的卢议员跟潘老师还有杨露水还有他们的支持。除了举办爱心关怀活动以外，建平里6月18将伫建平公园办理环保市集，总共有50活动参与。台南市流浪动物爱护协会也适当办理猫狗领养以及宠物商品义卖，环保局也适当宣导中华民国陆产品运销合作社即时捐助一批路用商品义卖，并将所得全数捐予爱心会作为爱心基金。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市府民政局为了活化活动中心的空间，陆续展开台南市里甲社区活动中心在地嘉年华活动。伫将军区的西甲里，就邀请艺术家林允丽举办钢铁雕艺术展，展出50几座铁雕的作品，呈现早期农村社会生活的景象。活动中心毋仅是政府推动地方发展的重要据点，也是在地艺术团体也是社区展现基艺上好舞台。台南市民政局伫37个行政区办理社区在地嘉年华，将军区的西嘉里沙华社区也邀请艺术家林允丽展出钢铁作品。伊是阮将军的骄傲，也是阮将军的宝。为什么？因为伊用伊的农忙时间，还是伊灵感来的时候。来起来做咱的铁雕这艺术品。林允丽原本是用稻草创作，也毋过无好保存，才改用钢铁创作。透过繁华技法，将台湾早期农家生活情景呈现出来。每一件作品拢栩栩如生，非常的厉害。我创作这个作品的目的，嘛毋是讲要来发大财啊啥，是要感念过去。咱的迄个先人，也是咱的士大人，伫即个土地打拼，咱才有今仔日呢。安尼无暝无日吼，七早八早来去用，也是3、4点就开始撒了用衫。过去的妇女嘛拢足辛苦，所以我的这个作品是要感念过去伫即个土地打拼的长辈时代。透过在地嘉年华，将艺文风气带入来社区，互市民朋友伫行路地感觉的距离，欣赏到精彩丰富的艺文活动。该展览展出到6月17号，欢迎乡亲朋友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高雄盐埕第一公有市场伫去年动工优化，并且重新启用以后，全新的设计加上轻盈共市的特点，伫最近被推荐登上日本杂志的版面，这也互更加侪外国的民众认识到高雄特色的传统市场。盐埕第一公有市场在去年动工优化后，不但为老市场带来崭新面貌，近期更获得外媒肯定，作为推荐景点登上日本知名杂志。那也证明这个
市政府在推动这个部分青银公司的部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演艺市场重新启用后，导入青银共识理念，招募15家青年摊商进驻，新创意与旧文化的碰撞，激发出新火花，更成功带动来访游客量激增。去年那个台湾设计展，在2天之内将近有10万人导入这个公有市场这个地方，那我们也成功把年轻人引进到公有市场来了解这个青银共识跟在地创生的一个特色，那同时也带动了研一公有市场整个营业的业绩，上升达到增加了50%以上。尤其市场优化后，拆除了多年来加设的天花板与繁复层架，重现原始特色的山形木构屋顶，并打开天窗让自然光照进室内，不但改善了过去市场内的昏暗情况，充满巧思的设计更成为了民众的热门打卡景点。那个市场原貌一个的重建里面，就把那个山形结构构造的物把它恢复出来，那同时也用一些旧的料子，它的木料去做一些灯饰的一个装饰，然后造成一个不同于一般传统市场的一个景观。后续经发局也计划以研一市场为范本，持续导入青银共识理念到其他的传统市场。那软体的部分，我们是希望借由研一成功的典范案例，来把年轻人的创意导到那个糅合到传统市集里边去，让他们能够激发更多的创新作为，还有提供更多元的一个消费环境。曾经的老旧市场在改造后华丽变身，跃上国际版面，也让更多游客认识到台湾的特色景点。记者潘志光、苏玉文高雄报道。高雄三民区完成里一位长教站特别安排手语舞蹈课。老师带领长辈随着歌曲的意境，用手比划出来，不但会当活动筋骨，更会当动脑记手势甲动作，让长辈唱歌的时阵更加倒立。台湾歌谣《望春风》，长辈都会唱，但不止唱而已，还会跟着比手画脚，像是路灯、红大呆、拍谁这些歌词，长辈都可以用手语比出词义。高顶修顶的。拍谁嘞？拍谁安呢？听看卖安尼比。听看卖。这堂手语舞蹈课，老师会用长辈熟悉的老歌教长辈比手语。虽然不是真的可以和聋哑人士沟通的手语，但一般人都可以看得懂，了解要表达的意思。长辈也觉得这样的比法很有意思。选一些那个比较简易的，还有他们耳熟能详的歌，然后我们这个是简易的手语，所以带动起来他们会比较熟能生巧。然后主要是让他们的手部的运动，还有站立啦，有时候蹲下一下这样子，他们都比较可以做得到的。由于长辈很喜欢跟着歌曲唱唱跳跳，里长在规划长照站的课程时，特别请老师加入这堂手语舞蹈课，让长辈唱唱歌、动一动筋骨，就能够预防失能失智，对延缓老化很有帮助。每个礼拜一都有课程，老师都会来这边教我们社区的一些那个老人啊，还是比较没有事情的，都来这边有一个据点，礼拜一都有那个课程，每个礼拜一都有，礼拜三都有，所以我们都聘请那个老师来这边教手语啊，如果礼拜四、礼拜五下午都会唱歌，这边也有卡拉 OK。对我都是要一句一句这样教他们，这样子，然后自己去揣摩怎么样动作，他们会比较容易可以熟能生巧这样子。他们有机会的话，他们是可以自己在同乐的时候啦，或者是刚好有个运动会什么，他们可以表演的。除了手语舞蹈课之外，长照站里里长还会规划许多动静态的课程，长辈都展现旺盛的学习力和兴趣，每天生活就会过得多彩多姿。学得好，逐项学得做布丁啦、画图啦，学得写字啦。拢加减拢会晓，无拢踮厝拢读就退化伊啊。不错啊，心情会很好啊。里长人做人很好啊，都很照顾这些的百姓啊。65岁以上都可以，大家来这边同乐那些也可以学日语啊，学什么东西都可以学啊，我们很多课程都开放给大家，写毛笔都有啊。手语舞蹈虽然不是正式的手语，但还是可以截取部分的手势融入歌词的词义当中，帮助记忆，也活动筋骨，更丰富唱歌时的趣味性。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
感谢你收看6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